哇，好难哦，这样。反正你发烧的时候就停。要续杯咯。续配了吗？这么快？主打歌的话，应该是社会现象，有点难哦。等一下哦。用音乐图的音乐形式，第33屆金曲奖青年创意时颁奖。今年年底嘅最佳行业专辑奖嘅前选台创作歌手王映环嘅《喜碰天下》。创作才王杰翰2019年推出头张专辑《春天地金曲奖》，2022年再个推出。唱歌係捱即係上嚟行嘅路，捱中意唱歌。假使捱嘅創作做得本目標嘅人聽到，捱就會哇很感動，動感通。對，因為那係捱寫嘅歌曲，做得本大家有共鳴，這樣。安，哎，要听一下。好啊。这位是录音师冠希，对。然后我们现在要不录专辑的歌，可是不是这首啊。Where am I 这一句，对，然后还有第二个，咁樣要來錄最後，我算唔算是最迷藝術嘅，就是歌詞修正過後的歌詞，對，嗰時候我咁樣錄完之後，我嘅專輯下個月就要發行了，這樣子，對對，所以算是最後一道工作，嗯。這深色大海 Where am I? Where should I go? Goodbye. Apa kabar semua? Saya Yuhan, penyanyi dan pencipta lagu. Ibu berasal dari Indonesia. Saya merasa bangga dengar asal usul saya. Dan saya mengkomposisi pemikiran saya lewat nada. 我听听。先听第一句。好啊。影子停留在这黑色悬崖 Who am I? How should I say goodbye? 然后第二个 take。哦。影子停留在这黑色悬崖 Who am I? How should I say goodbye? 我觉得第一道比较像，第二道有点甜了，哦，那我们用第一道吧。好。但是我的 goodbye 是不是有点走？哦，你说尾巴？不然我们小看一下。可以啊，我等下还是会处理一下才可以一起。好的。对。但我选痛比较像的。好，那我就选这个。你们谁会比较吹毛求疵？他，因为只有我配唱自己，所以对，我必须要知道我现在要怎么调整这样。而且因为它是有客家话、印尼文、法文、中文，然后英文这么多语言要交杂，用它唱给时间，所以我会比较就是可能我这边要怎么唱，然后我想要再重来一次这样。我比较只能顾就是声音的品质，就是过去下一关，下一位工程师可不可以顺利工作，这样就好了。或者是他会告诉我的声音哪里破掉，或是沙哑特别沙，就是在这个喇叭表现上来。
的感觉。对。OK， 好，哪边？稍微等我一下。好的。我觉得雨涵在我路过的歌手里面，她算是很细腻的，跟别的歌手比起来，她的声音稳定度很高，她很有语言天分，而且其实因为语言很多口腔的变化，我觉得这个很能够反映在唱歌的，因为唱歌有时候需要很多口腔的位置的变化。我自己在录她的语言的时候，沟通方面我要稍微去猜一下。佩君，佩君，录完了。对啊，我们来做一份。哇，好慢。8月炸州。好炸。刚刚我说就是19号那一天，主要就是你的比赛的彩排，早上要先彩排，然后下午才去跟黄明志练团。OK。对，然后因为他们主办有帮你先瞧好这个时间，所以时间上是 OK 的，但是你就是从容的过去那个节律就可以了。好，看时间也蛮 OK 的。对对对，没错。彩排完，然后乐手我扣好。这是我的经纪人佩君，然后我们最近在对8月份的行程。然后也可以一起讨论，不过他目前还在构想的阶段，但他们应该可以帮忙，就是你可以给一个 idea 开头的。对，雨涵目前工作部分就是商演居多，对，都会是客家的演出会比较多，对。然后比赛其实也算蛮多的，像这2周就会有2个比赛同时在进行，对对对，所以8月份是比较忙的，对。他们是同一局哦。它是同一个 set 好像。比赛也算是一个曝光啦，对，然后也是雨涵自己会有经验累积，对，每场比赛都会是一个新的挑战，对，新的舞台，然后加上这2次的比赛，我们的歌曲也都会是新的，就完全没有收录在新的专辑中，所以对雨涵来说也算是一个不错的经验，我们觉得，对啊。从细应该唔系那种按部就班，应该系讲，我有懂得我想要做的事情。那我想要去做的话，我就会自己有一个计划，是我自己的计划，我自己的计划，不是说阿爸、阿妹跟我说，哎，聪哥懂后，你会去吃坤啊这样子，对，不是说爸妈告诉我才去做，是我自己想要做的。我的每一个阶段。每次都遇到蛮大的困难，所以我这算是第三个想做的事情，前2个已经没办法做了。嗰時咧，我將來衝過，這個是當中一跳舞，嗰時我有學芭蕾舞、現代啊、民族舞這樣。在貴中的時間，我就想要考高中的舞蹈班，可是後來發現脊椎受了一個很嚴重的傷，所以後來就決定放棄跳舞那條路。嗰時候在高中的時候就想，哎，太好是，通埋個太好啊，讀藝術大學好了，我想要去戲劇學系，什麼電影創作系這種，對，但是沒有考上。嗰時候我就行到了邊音樂，對，第3個路這樣，等下我就會行到聖賢國嘅門口。我喺龍潭嘅，我住嘅地方係公園村，太起卡第一個就係小人國啊、六福村啊，就是比較按到太人生來生妹就會想要來遊樂園玩這樣子，所以我喺福卡嘅福圈假日的時候就會有動人來。我這個時間。那邊其實冇乜嘅人，但是到睇嘅時節，我讀高中嘅時節開始有按到嘅工廠蓋在這邊，嗰時候咧還有按到嘅上班族啊，
龙潭跟龙潭大池、太笔筒那边做的观光的样子更完整了一点。这个也就只有太笔筒跟吊桥，就这样，就6杂东西。这边左边就是三影柜的入口处，对，然后这条路直走右转就到我们家。这小时候很常去上茶，来到那边看游客这样。沙雨涵，你在内用啊？就是请舅舅在帮我，翻那个稿上面的那一段，对。阿哥你在台湾几年？22吧。22年吧。有22吗？所以是我4岁的时候来的。我2000年来的。2000年，哥真的22哎。哎，刚好。2000年。不说阿基，我们台内是萨嘎巴。你台内萨嘎巴吗？台湾的听不懂。在台湾听不懂。台湾的不一样，和印尼的不一样。哦，因为我不会印尼的客家话，我只会台湾的。你礼拜天要拍，你礼拜6晚上就可以来了。拜6礼拜看毛汗，2毛汗。然后我这个礼拜更忙，因为有人订早餐，很忙啊，不能睡觉哎。哎，你漏跑了，漏跑了。佢平常佢不講，每日幾時喺狀況？對，家人。係。不然個卡去蒙面，你哋會出去吃飯啊，或者阿媽會去打牌啊，這樣，都在這邊。像回来的时候，就是疏解压力，还是说，真的想妈妈的时候？就是壓力很大，想回家放鬆一下。佢唔會上岸嘅那個人。不會啦，不會啦。想這樣。按叫咩冇嚟嘅？初日，你很衰木。初日早上嘅時間。你很衰木。哇！好久沒看到。好懷念。葡萄魚。葡萄魚，哦有羊妹妹。啊，这里还有神猪，拜一下。好像他们要拜耶，他们有对呀。这个很好吃哎。哎呦，寿桃。哦，寿桃。寿桃。这个是大神猪，特等大神猪。其实长久冇进来看到周溪，所以我也觉得哦，根本也对，按久冇看到，好怀念这样对。求拍花子，这个。哎，都在求姻缘吗？呢種嘅。哦，就是求 baby。嗯。以前你啲到時向媽媽求死啦，結果係什麼？求到捱。向天意街來求拍花子。嗯。求好，就有阿哥嘞。啊。求天意早就正在懷孕啦。那求捱嘅時間咧？捱講青菜。媽，青菜。哦，青菜。那你拿到的是什麼？冇，我冇求冇。哦，啱哦。天意街，因為壓力。34年呢。我的家鄉就在印尼加里曼丹，坤甸。印尼很窮，我爸媽很窮，
没钱。我那时候是要来工作，我在印尼14岁就工作了，然后我17岁就跑来，不念书了就跑了，就跑来台湾。哎，这个2等啊。哦，哇，它到底是要怎么评？是重量吗？对了，重量，然后它后面它用那个架子铁架架起来，把它皮撑起来。对。看到吗？它那边有鸡。我婆先来台湾，然后我就说我要来。我阿嬷好像来了2、3年了，过来结婚。阿嬷呢？嗯，那时候我没有打算要结婚，结果他说中介要把钱收回去，非法，刚好40天嫁了。对呀，相亲啊，他爸是第3个，嫁来了，很偏僻哦，这里很偏僻哦。那一天我阿嬷他们要回去了，我有请客嘛，他们回去啊，我就哭哦，睡不着，太偏僻了。我很认真工作，哎，有什么工作我就去做，反正我都很爱工作，很爱赚钱。雨涵在肚子里面，老大4岁，老2 2歲，我就搣我落梯來。工作3年，早晨頭8點做到臨暗12點，3年。我落梯，他們要把早餐店頂讓掉，他就問我要不要，我就說啊好，沒上按多，就可以在家做事，就賣早餐。該下阿嬷、阿妹來台灣，幫我帶3個，非法3年，對，我就把它藏在家裡。那後來就把它移情過來。對，20多年了，顧他們3個，這個呢最好動。拍攝啦，那天還會去另外一邊拍，哦，會去拍看其他的。哦，幾點？他們家裡嗎？我家教是我在教的，但是我不給他們在外面打架吵架。以前我兒子國小1、2年級啊，被同學欺負，他要吃飯，他的碗同學很皮嘛，拿去丟掉，他又再拿起來洗一洗，要去裝飯，又再被丟掉。他回來就跟我講，我就很難過，很難過，然後我就去學校找老師。他那個老師是代課的，他說：“媽媽，這個我也沒辦法處理，你自己找他的家長。”我聽到我就算了，我知道我都已經被人家歧視了，怎麼可能小孩子不會一定有的？他不會跟我講，因為他知道我會報喜不報憂。女生比較會這樣子，男生比較不會。我可以自己解決就自己解決啊。佢說細個時嘅太陽就會講，哎，那個外籍配偶嘅生來生妹就唔好，一定會偷東西啊，一定會打架鬧事啊，幹嘛嘅這樣。我就會想來做一些事情，讓他們就是安靜。可是我按上網在圖書老運通，如果你成績很好，老師就會說，哦，這個是我們班的前幾名這樣，然後很值得鼓勵，就想要讓大家腦中的那些刻板印象消掉，這樣子。就是像媽媽說的，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是這樣子，不是每一個新住民2代都是你供給安用。
这是我台北的租屋处。来到台北，住这边差不多3年左右，然后平常就会在这边录音，加自己的设备，对，然后我的乐器都在这里，对，那就是一个床加小型工作室，一个很小的空间，对。因为台北嘅租处太小了，真的很小，不算只能在这里就是完成我的工作，然后跟休息就这样，因为没有办法再租一间工作室这样，嘿嘿嘿。爱心头有着梦，我冇办法老赶紧向下住，因为我会乒乒乓乓弄很多音乐的声音，而且我做这个时间懂宠，有常时我在搬家的时间还爱录音啊，或者是弹乐器，这样很容易吵到如果是正常作息的上班族的话。阿狗就没办法，因为他算是正常作息的。哇，第一次被大家看录和声有点尴尬哦。我听一下声音。其实我从小都太没自家的房间，我们都没有自己的房间。蔡龙潭应该是没办法做谁。而且我又需要录音，需要安静。可是那个，因为它是透天厝，它的空间其实就是很容易有回音什么的，对，所以就是在台北的小房子就有用处了，就是会收音的时候就会收得蛮干净的，好，嘿嘿嘿，好，嘿嘿嘿，素颜录和声第一次。被拍也是第一次。因为我读嘅學校係文化大學，在台北陽明山上。对，嗰時候我18歲嘅時間就來台北住了，這樣。在台北久了之後，其實就蠻習慣一個人去，就是說吃飯的時候就一個人，然後去哪裡也是一個人，工作也是一個人，這樣。那個嘅時間就會掃毛啊，看劇。然後那個劇可能會有韓劇、日劇、歐美的電影。我好睇下講法，嗰時候我談到冇香港語言嘅時間，我就會想去學。在高中開始，我就動中意看韓劇。嗰時候我在去年嘅時間就決定愛來學兩個語言，因為疫情嘅關係，我冇辦法去做些。嗰時候在無卡嘅時間就想看下老外嘅朋友、外嘅同學，看下老師欣賞在那種線上雲端來學兩種語言，這樣對，所以就是學了差不多只有1年左右的時間韓文。안녕하세요. 저는 황환입니다. 저는 가수입니다. 대만 사람입니다. 만나서 반갑습니다. 大概是这样。为何对爱安用春夏深深老深老？这是我刚录的。对，就是从这边，因为我的租处不太能放那种音响的设备，所以我就没有放。
台北的交通工具是捷运、捷运，然后共享机车 ，GoShare 或者 WeMo 这样。因为有时候有些地方搭公车或者是搭捷运会比较难去到，所以就会骑共享机车。OK， 那我要出发喽，拜拜。我现在要去打球，打排球。想揪我的英語嘅朋友，跟他去打球，因为这一定要讲到太好嘅时，就会排球队、系队或者校队这样。安妞，嗨。嗨，安妞，有的不？怎样？今天早起的感觉怎么样？真的是蛮早起的。下午2点刚好啊，刚好起床啊，非常适合打下午的排球。是有点热啦。但没办法，我现在找不到室内场了，对吧？今日嘅拜四，就说请到，就是平常有放假的朋友，然后因为在座的各位都刚好是音乐人、摄影师，然后他业务，对，所以比较可以自由安排时间。很难得可以打上排球的音乐人朋友们。对对对，排球太难揪了，对，要12人嘛，但是我今天好像也没揪满12人。哎，你朋友来。哎，来了！你等，等下要打比赛啊！对啊，就是大学的娱乐。打过之后就觉得哇，如果这个可以延续，会很好这样。可是没想到出社会之后就很难揪。排球就是一个毕业之后很难玩到的一个运动。没错没错没错。好，喂，不行，你给他再开广一点。打排球有一扎很吸引我的地方，就是打球的时候不是会流汗嘛？对，流汗的时候我就不想要碰到其他人，所以打排球是完全不会碰到人的。篮球就会，你打球的时候就会防守的时候可能就会贴在一起，就觉得不舒服。可是因为排球，是要考验大家的默契。蒙英生跟朋友啊，你来打过一次，其实就会认识。哦，你也是音乐人，没荧光影哦，就会介绍一下，然后可能因为打排球认识之后，后面就开始合作也说不定这样。有时候可能喺比赛啊，或者是表演嘅时节就会看到某腔音乐团，或者是荧光影，对，然后我们在后台的时候就会看下腔下大嘴鼓这样。唱客语都很有表情和感情，唱国语也是一定会有。太感动了吧！哇！因为我第一张录音的时候是真的什么都不会，然后都是一斌哥，不要没事，不要。因为那时候雨涵跟林奕琪嘛，对，制作人，奕琪就请我跟他一起，然后他也想要给他多一点空间，所以他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就是他很细心啊，从歌词开始，然后每一个诠释都做得很好，真的，而且客语其实我是听没有很懂的，但从他的诠释我就可以知道他是在讲哪方面的感情或者是怎么样，都很明确。那更何况，如果有唱中文的话，一定会更打入人心了。对，要哭了。没有，因为我很久没有那个除了李琦以外的。李琦很想在鼓励你。对，没错。在他之前的专辑啊，有看得出他是一个新2代的影子。妈妈是印尼华侨。真的不知道。你们都知道？我知道，我也知道。很多朋友还不知道。真的？只有你知道而已。然后只有我知道。对。妈妈是印尼华侨，所以我的歌才有印尼文，因为我想把我们家我听到的语言放在里面。
我贴吧有两个想法嘅是，係子萱老师黄子萱，佢老愛講，因為佢嘅高考地度沒有印尼文，然後客家話，他就後來得知我的身份是新住民2代的時候，他也覺得我可以在我的哪個高考地度加入這2個特別的語言。然後老太太講，我們家庭是怎麼樣溝通的？就是家裡會有各種各式各樣的語言。太太猜糖豆客家話嘅時節，沒有糖豆印尼文，就可能會一開始會有點衝擊。可是我們家的溝通方式就是這樣，各種語言，所以想要讓大家在聽的時候也感受到跟我一樣的感覺，這樣對。我在寫我嘅第2張專輯嘅時節係我畢業過後，然後我真的正式的踏入社會的時候，算是社會新鮮人的部分。那才做這個時節就會怎麼以前可能在劇裡面看到那種職場霸凌，或者是不管是怎麼樣的霸凌，就覺得我看到較多嘅係可能算是用路霸凌、網絡霸凌那個事情，因為疫情嘅關係，大家就會重心放在用路當紅，那大家就會透過網絡抒發自己的心情啊。嗰時候我想要寫關於用路霸凌的一些歌曲跟專輯。同大家講，其實那個事情已經是一個按定講嘅社會現象，對，希望大家都得去正視這個問題，這樣子。第2張社會現象來說，就是它裡面很多小人物的心聲嘛，縮影這樣子。現在一些比較主流也好、非主流也好的歌曲來說，蠻多創作歌手都慢慢的以小人物的聲音去為做出發點，這樣子。我覺得這是可以切入的。其實公司一直以來都是以開放的心態讓宇涵去創作，我們不會限制說他這次就要走什麼路線，這次要做什麼創作。然後我們公司就是完全就是支持他，然後幫他做出最好的專輯這樣。對啊，所以我們不會去說限制他說不要寫這麼負面的歌，或者不要寫這麼黑暗的曲風這樣。對，其實任何創作都是好的。基本上係體嘅全球客家流行音樂大賽嘅決賽，然後我基本上係表演嘅嘉賓，然後參賽者，係，因為我係上一屆的比賽的冠軍，對，嗰時候掠下張之類來表演，因為去年嘅時間我有寫新歌，嗰時候今年我就想要來參加比賽，當做一個舞台演出這樣子。對，基本上嘅表演其實係主辦單位想要讓我跟明志哥哥一起演出，這樣對，然後也來想說改變他的好強，副歌變成客家話嘅愛兄弟愛兄弟這樣。練習的時候，因為他不會講客家話，所以我其實有先寫。比如說寫一些羅馬拼音啊，然後錄影片，就是搞幾愛講嘅客家話。歡迎音樂鬼才黃明志、黃明志，金曲才女黃奕涵，黃奕涵，掌聲尖叫給我們的舞台。耶，兩首歌，我要送給全世界最強嘅客家話。耶，每當我在開車，你總會問我到底在哪裡，有沒有在想你，有沒有在愛你，還問我如果我和你又掉進水裡，Oh please 啦。很多問題你一直重複在提，在電話，在簡訊 APP，還要去暫停。我打了2萬遍不夠，你說還想再聽，不想你，我愛你，對不起，愛你。每次爭吵你都胡言亂語，哭得。
很厉害。那公就会等一笔 N 连 EQ 奖，他只要出专辑就入围金曲奖。他演的是文雅公益和单轮一起重叠公演。文雅。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许涵，今天我带来两个创作一起重叠公演。我其實想要去參加比賽係我嘅想法，我老我嘅公司講我想要去參加。在比賽的過程當中，我是很享受的，因為第一擺用電吉他彈，電吉他站着彈唱，那對我來說是一個很新的經驗。再來第二首也是我很喜歡的一首歌，那我也想要透過這個比賽讓大家。因為它有線上直播，所以也可以讓更多的人聽見這些歌曲，這樣子。對，抖音不是這樣。我在舞台上得獎是很開心的，對，看那個影片或者照片，對我好像比首獎還開心。比賽嘅時間，我其實也在練習，就是哇，我聽到這個曲風，或是這個人創作，我是很欣賞的。那他可能也可以帶給我未來的一些方向或是養分，這樣，所以其實對我來說是益處很大的。原本嘅我要轉去龍潭，阿爸老阿哥來再捱轉不卡。因為疫情關係啦，其實感覺較平安啦，不用跟其他人接觸這樣。爸爸爱吃那种巧克力的。哦，吃啊，可以吃吃，今天买给你们吃的。外公，你有免费订的才老年地都出現啦。老年啦，老年係節目啊。喺工廠嘅退役嘅同事，佢常常都會打電話過來講，阿妹嘢都上電視哦，你打過來看。我就來打過來看，個人本來看，到底本來看到。雨涵，昨天是窗口很巨大。應該係暑假的關係啊。哦，有可能。大概都係以小人頭，然後60出頭。一樣的夜光。哎，對。對不對？哦。爸爸那邊那個我唱他的。看天空不很好。啊，沒錯。線下，沙飛天香，沙飛天香。對。做好了，我还要做什么？我来。这不是谁倒的？因为假日很多人，有時候開架就會聽下我哋來聽書。基本嘅係咖啡係早晨差不多6點半左右有一個200多個蛋餅的一個訂單，對，所以其實從昨天晚上開始，我弟弟，然後姐姐、媽媽他們就已經在準備了，準備到差不多半夜4點左右，然後6點半的時候成功送出去之後就忙到現在了。
大热红好吗 ？OK。还要洗。这个帮我擦掉。这边不用，这边有些是没有了，你没睡啊？没有睡啊？昨天晚上11点，没有办法，架细汗，起派汗。爸爸来喽！好。过来做个天书啊，应该做头路有上次迄工要出班啦，我说爱专门卡个时间，某一天，有上次迄拜日，有上次要拜5按补贴完，安样。对啊，平时4点半开门打开来，4点半就入门来搞搞呢啊。我差不多装下啦吼，7点钟我就出门了，要赴上班。个就初期说我太太平常你要装啊，你要打扫。出作的啦，当年就出作的，天来咪啊吼，咪枪啊就爱红点点。就是唯一的工作是这样。阿嬷，你也要帮忙收店哦。要啊，我要准备什么东西呀？阿妈说她等一下要出去了，所以我要先帮她染头发。阿嬷要去哪里？去朋友家开心啊！我要去开会了。她要去开会，开会。这个我爱辣。对，我会染头发。我来去都很多年前来到拿到身份证都有30年，差不多30年。那很久，30年。哇，那你喜欢台湾吗？不在哦。为什么？都以前都不喜欢，是因为没有朋友。你话来很久哦，我都不会出去呀。我1个礼拜7天，我就5天在家。做好事情就看电视，看到星期5、星期6、星期天我就出去朋友家。他也很辛苦啊，他都不出門，唔曉出門。帶佢出去，佢就冇朋友。你是几个朋友都在印尼啊？都在那里。对。認識嘅朋友係我朋友介紹嘅，佢就認識老人家，老人家就用他告牌，对，牌友，对，也不錯啦。去玩一玩就回來了。我身份證在這裡啊，可是以後我要去很遠的地方，就要回印尼啊。我那個感覺就早知道我不要了，可是沒辦法了，我不能回頭啊，我只能往前啊。爸爸過世很可憐啊，我不能回去，沒有錢。同事借我6萬，20幾年前，那時候我大女兒還在肚子裡面，我很遺憾。還有弟弟過世，我也很遺憾，因為他跟我說，那時候還沒有錢，他說：“姐，你買給我一台摩托車。”我說：“好，等我有錢回來。”我回來了，我又回去看他們，回來了，我還沒賺到錢，他就車禍，我這個很遺憾。
其实大概2年前左右就有这个邀约，然后这当时我就当想来拍那个纪录片，因为我家人其实没有真的很正式的对外，就是说有访谈啊，或者是记录我们家生活的一些影片这样子，然后到现在对俩下来翕那个样片的时间，其实我感觉我个家人比我想象中还要放松哎，就是按强松给感觉，我觉得还不错。然后最让我惊讶的，真竟嘿我阿姊哦，哇哦，原来姐姐哇有这么多想法这样子，对。我是觉得现在的人要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很难。小时候他就是对音乐有兴趣，喜欢弹吉他，喜欢唱歌，然后喜欢自己作词作曲。然后我觉得这样很好，至少是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他会朝这个方向自己去努力。对，然后我现在唯一支持他，当初第一次要出专辑的时候，他在募资。我那个时候就是我我最大的能力就是做姐姐的，就是用1万块，就是这种方式去支持他啦。对，好啦，弟弟有这样走来，有意见。哎呀，我们弟弟是摇头。你要不要说一些支持我的话，鼓励我的话？不用支持已经很棒了。哇，好像老师哦，谢谢佑生老师。他有跟我讲过，他就是很喜欢这一条路，他就说他很喜欢啊。他说以后如果说结婚了，他还是要走这一行。他说的，我就没有话讲。第2章的。德鲁斯拉。德鲁斯拉。因为我哋嘅播卡，我哋唔会讲到爱这个字眼，对，连喜欢中医都很少。故说我其实没有很直接或是很多次可以感受到家人常常用嘴巴表达出来的一些想法。在2百个纪录片拍摄里面，我就感受到很多很真实的对回馈，所以我其实很欢喜。我係日韓，我係台灣人、客家人，新住民2代，我係創作歌手。我希望我創作嘅音樂做得俾全世界嘅人聽到，你係台灣嘅客家音樂。每當我唱我嘅家人，本愛按到嘅支持，老愛。阿姑真大家母。阿姑你都跟我，咁我好浪漫過，阿姑我跟你。可以啊，期待你走红毯啊！啊，就这样，走红毯不是期待我得奖，好奇怪哦。他的100是什么？因为他接培根，我还有在里面然后在营业中。姐姐，你今天是穿露背装，你故意都露背给我。露背装？没有啦，我都冇看到有。很 sexy 哦。